Welcome to GTC。你知唔知 AI 機械人市場潛力有幾驚人？知唔知邊個國家開發嘅人形機械人佔比最高？嚟緊又有邊啲股票值得關注呢？大摩最新發表嘅報告就話 AI 機械人呢個市場呢，有成60萬億美元嘅商機，仲話會徹底顛覆全球嘅經濟。大摩呢就將參與企業呢分做3類，第一類係大佬，負責 AI 模型同埋晶片，好似 NVIDIA 啦、Google、微軟等等；而第二類呢就係新體，咁即係呢專做一啲傳感器同埋電池 ，Tesla、三星 SDI、寧德時代等等；而第三類呢就係整裝，即係負責將所有零件砌成一個整嘅機械人 ，Tesla 嘅 Optimus 同埋小米嘅鐵蛋都有份。嗱，重點就嚟啦，亞洲嘅廠商已經霸晒頭位，全球73% 嘅機械人公司都係嚟自亞洲嘅。嗱，中國廠商咧憑住政策支持同埋供應鏈嘅優勢咧，技術落地嘅速度真係快到驚人啦。而 NVIDIA 嘅 CEO 黃仁勳亦都喺 CES 2025年嘅大會裏面咧，仲大晒冷推出專為機械人設計嘅 AI 模型 N1，睇嚟咧 NVIDIA 會成為核心嘅受益者。大摩仲提醒大家，一啲科技巨頭都暗地裏佈局，好似 Amazon 亞馬遜投資嘅物流機器人啦，蘋果亦都秘密研究機器人嘅技術，佢哋隨時都會半路殺出嚟啊！嗱，唔知大家認為邊間公司會稱霸 AI 界呢？嗱，歡迎留言話俾我哋知，想收到我哋最新一手嘅財經消息，記得要訂閱我哋嘅頻道啦。